大家好，如果你近日喺網上睇到澳洲樓市玩完呢啲貼咧，千祈唔好驚啊！因為今日我就要告訴一個你可能未聽過嘅真相㗎，就係澳洲政府啱啱公布咗嘅預算案呢，佢哋將一個塵封咗成27年嘅稅務制度，由1999年嘅棺材嗰度挖翻出嚟，重新塞翻落我哋而家每一層樓嘅投資者嘅生命入面。與此同時呢，負扣稅亦都會喺2027年7月1號開始正式收緊嘅。由今日開始買二手樓係唔可以再申報負扣稅嘅，就係得全新建築先至可以保留呢一個優惠嘅啫。預算案又宣布咧，將海外人士購買嘅二手住宅物業嘅臨時禁令延長2年零3個月啦，即係話係去到2029年6月30號㗎。原本禁令咧係2025年4月1號去到2027年嘅3月31號就完㗎啦，而家又延長咗啦。嗱，好多 KOL 咧都喺度討論 CGT 折扣被削減啊，但佢哋咧完全冇清楚呢一回事係幾咁古老嘅制度啊。咁點解1999年被廢除，同埋點解今日回歸對你嘅影響遠比表面上面複雜喎？今日我會帶你睇清楚政府到底喺度捉一盤咩棋啊？究竟今晚邊個係我哋呢個預算案嘅最大輸家？又究竟邊個靜靜雞笑住做咗呢場預算案嘅大贏家呢？房地產投資者應該點樣去面對最新嘅政策？應該點樣去佈局同埋改變投資策略呢？嗱，咁今晚我唔係就係單止諗住同你報個數字啊，而係帶你睇清楚呢一個改變背後嘅真正邏輯喎。點解樓市係唔會因為咁樣而崩潰呢？亦都點解現有嘅投資者其實唔需要擔心㗎？同埋喺新嘅稅務制度之下有邊一種資產反而係會因為呢一個新嘅政策而變得比之前更加搶手啊？